来继续来看，这是周刊的报道，讲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要伫家己的国会研究室来증设到18馆，而且找按摩师来甲掠铃。陈玉珍今仔日出面来反驳，讲无可能有这款代志，讲周刊的报道伤过碰风撼谷。伊讲，伊是家己反映，当作家己的厝。已经是变成全台湾省了。这个导人甲你洗头掠铃，爽快个舒适。啊，屋内天气，伫咧立法院地当享受洗头的服务。目前所有委员搁咧上康上芳。为了养精蓄锐，因应随时爆发的意识冲突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突发奇想，想要在自己的研究室架设 SPA 馆，并找按摩师进驻。完全没有打算在我的办公室弄什么洗头的地方哦。他说我打算弄成 SPA， 这个也是不实的哈。我是的确有打算把办公室，因为我们常假动，有时候要在这里过夜，我把它弄成我可以睡觉的地方。面对这个陈玉珍驳回，伊讲家己片当作家己厝，不过根据周刊报道，陈玉珍真侪摆要求立片总务处重新计算配电和排水管，不过青岛旅馆算是市定古迹，求总务处改提示。陈玉珍就来甲拿委海产，甚至讲过年过特别去做金门馆长，这若倒好，嘛是别人伫咧享受。我的确在2026是会回去参选，这可以更证明说这个地方是政府的设施，我们把它弄得比较舒适一点，也是用在政府的这个财产上面，也不是用在我。在金门生活真的过得很舒服，那所以他很重享受，看了也是瞠目结舌。正式申请后再进行评估。陈玉珍防指控想要搞研究室改做18馆，就算本人无承认，不过嘛已经和大家拢在讨论。毕竟身为民意代表，开钱拢是老百姓艰苦钱，嘛无怪和大家放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